法国的检察官初三走去乔马斯克 S 平台巴黎办公室，而且传马斯克来到现场接受审问。原因是马斯克开发的开讲机器人 Grok 可能牵涉到自动色情影像的生成和储存，利用技术制造虚假的色情作品，侵害到别人的肖像权等问题，去互检举。这 S 平台是法院网讲这是政治攻击。 法国检察官真大动作来搜查社群平台 X 位伫巴黎办公室，并且已经发出传票，要求 X 头家，也就是大好野人马斯克到现场接受审问。由马斯克开发的开讲机器人 Grok， 对2023年底开始提供予 X 平台用户免费也是付费来使用。伊的功能有图片也有影片的生成，不过因为可能牵涉持有儿童色情的影像，提供也是制作未成年人有一寡无穿衫的图片。 甚至是利用深假色情技术制作虚假的色情作品，这问题互检举。虽然 X 平台批评这是毫无根据的指控，属政治攻击，不过后面也对此展开调查，并且讲若属实，而且无做出任何实质改善，因此违反后面的所谓服务法，相关的消防处全球年营业额600罚款。In Europe, no company will make money by violating our fundamental rights. One will argue that X has limited this to premium subscribers. Let's be very clear, child sexual abuse material is not a premium privilege. 亚那网络社群使用限制，澳洲伫去年12月立法，并且头一日实施，禁止部分16岁青少年使用 IG、TikTok、YouTube 也有 X 这十大社群平台。其他国家亲像马来西亚、丹麦、挪威甲法国也缀咧安尼做。即阵西班牙也要来发出禁令咯。 Spain will ban access to social media for minors under the age of 16. Platforms will be required to implement effective age verification systems, not just checkboxes, but real barriers that work. 根据路透社报道，希腊也正伫建议禁止15岁以下儿童甲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而且可能就伫最近来宣布。公视新闻深入批编译。